能掉块肉的那只。干什么你？那个斗鸡啊，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，是欺负。赵疏影就是那只斗鸡。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？用巴掌拍他的头。拍他头干什么？拍王八啊！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？他咬住我的手，而且还不松口。对，就是他。当时你傻，用手指头戳他，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。我用巴掌拍他，他咬不着，一拍就缩回头。刚才我对赵疏影，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。行了行了，公主没让你下跪，就算对你施舍了。我用不着他施舍，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，可是我没法下手啊。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。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，把她娶回家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我可不想费这个劲。公主，公主，别生气了啊，别哭了，公主您别哭了好吗？啊，不哭了啊！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？是，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，但是您想想，您受他的气，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。好了，公主，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，他能这么狂吗？您再想想，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？公主，您啊，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。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，不是说吗？打是疼，骂是爱。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，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。怎么不敢？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，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。不会的，您想啊，您是公主，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，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，知书达理的。怕到时候啊，您跟他大声说话，他们都不依呢。好了，围魏救赵，以逸待劳，借刀杀人，趁火打劫。哎，父王，我在看36计。学36计重在理解，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。父王，孩儿会用心的。来，父王，来，请坐。菲儿，你和宗保发生了什么事？父王，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。宗保今天来找过你，又去找了公主。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。父王，我跟宗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菲儿啊，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？哎，父王，我跟宗保那是亲兄弟，不能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，父王。菲儿啊，虽说咱们也是皇室，可别忘了，他是君，父是臣。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，可身份并不同啊。正因为这身份不同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。父王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，我妹妹跟宗保，他们俩互相爱慕啊？这好啊！哎呦，好什么呀？父王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妹妹啊，她放不下架子。这宗保又性情高傲，不愿意依附权贵，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。好事。
真是好事啊！真是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是，说的太对，是小王爷，是，这可不长见。你们先等会儿。哎，小王爷，哎，等会儿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是啊，哎，姑娘，里边请。姑娘，请坐。小二，给这位姑娘看茶。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，这大敌当前，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？谁知道呢？是，你说这是掌柜的，哎，来，姑娘，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，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？这我不太清楚，城里的还都纳闷呢。姑娘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，去忙吧。煮豆，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哎，小本是给我安排一个房间。哎，是相见这边请。何太急？哎，来哎呀，二位兄台，我有同感，啊，都是同道中人。来，我们干一杯啊！干杯！来，来坐。哎，二位刚才说，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克寨，此话当真啊？确实当真啊！当真呐！这皇上要攻打木克寨，那是已成定局呀。对，已成定局啊！老板，过来。小王爷，不错。来，吃后面菜。菜快点啊！海棠，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？公主怎么这么说呀？圣上、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，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？我说的不是他们。啊，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？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，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。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。既然是这样，公主啊，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啦。啊，小王爷，哥，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？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。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。哦，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，你猜怎么着？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。什么？来吃。说我做饭可好吃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！都得来，必须的。都得来啊！必须的啊！都得来，来，别动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，这位小姐，您这是？这儿可有单间？有，楼上。哎，你说走，等等，我的筐，少啰嗦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哎，人疼死了！你看什么看？你可来自木克寨？不是，十里平。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克寨，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。既然这样，说吧，进城干什么？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，瓜子儿、花生什么的，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。你还挺能撒谎的。唉，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？对不对？哼，公主问你话呢，赶快回答。你不说，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，让老鼠啃，水蛇咬，怎么样？说吧，闹死！哎呀，你可
可真行，别人说打入死牢，早就下滩了，你还想逃跑？跟你小姐学的吧？哼，是又怎么样？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。她识字吗？当然。13呀，还是12呀？哼，多的数不过来。就算是识字，懂诗书吗？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，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。你才疯疯癫癫的呢！你敢还嘴？跟你主人说话呢，没你汪汪的份儿。你，哼！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，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。她想打宗保的主意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哼！我气死你！告诉你，我是公主，公主，懂吗？别说是我，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，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。山野村姑怎么了？哼，你们怎么了？哎呦呦，高贵呀！哎，不吃饭喝水睡觉啊？啊，海棠，把他给我打入死牢！是，你敢？住手！哎呀，妹妹，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？他侮辱本公主。都是山野之人，不懂得礼数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哎，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，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？哎，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。哎呀，放了。回去告诉那穆桂英，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嘿，哎，你为什么救我呀？不是，你不记得我了？那木刻寨门口，我骑马那个，忘了？啊？哦，赵飞，来，坐。我很崇拜穆家小姐，所以我愿意帮你。啊，那谢谢小王爷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哟，你没伤着哪儿吧？啊，没事儿。来，坐。喝口水啊，来。谢谢。答应我，他你不许喜欢。你给我机会，我会把他杀了，你信吗？什么？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是啊，是这么说的。他依靠一个村姑，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。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。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，你还不如猪呢。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，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。他也没见过我，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？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？哎呀，他那是糟践人呢。哎，他糟践别人行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！哼，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，我准给他2耳光。哼，哎，小姐，他狠着呢。他说只要抓住你，就把你打入死牢，让老鼠啃，水蛇咬。
这哪是公主啊，这简直泼妇！小姐，这可都是他说的啊！哎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了，人家是公主，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。不过有个小王爷，倒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，还说崇拜您呢。小王爷，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，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。干不成这件大事，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。所以啊，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。王府。干什么呢？这可是王府。是啊。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，记住，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。给我们家王爷的信？还不快去啊你！小王爷，您的信。来笼包子。哎，尝尝看一看。看看吧。哎呀，怎么那么没出息呀？哎，来了，小姐来了。小王爷来了，来，坐。小王爷，请坐吧。桂英，哎，科长，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？哦，我是。我就知道。桂英，你知道吗？自从见到你之后，我一切都变了。过去我纨绔，我不怕你笑话我，除了斗鸡、玩蛐蛐、遛鸟，其他什么事我都不干。玩蛐蛐、遛鸟，父王训我，我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可自从见到你，我就变了，真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配不上你，但是我在努力，我在学武功，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。等我立了战功，我到木柯寨去提亲。你等着我，等着我，一定等着我。宗宝，心浮气躁，练还不如不练。武艺荒疏，不但性命难保，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！奶奶，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，我就烦躁。哎，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，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。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是酒囊饭袋。你是不是酒囊饭袋，奶奶知道，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。可你斤斤计较，看不到他人的长处。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？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不是酒囊饭袋。小王爷，我能说句话吗？你说。其实我今天来，
是来感谢你的。不客气，客气什么呀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？多亏小王爷搭救，所以啊，我在这儿谢谢您了。谢谢小王爷，谢谢小王爷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听彩云跟我说啊，说绑她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？七公主赵淑颖。哦，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。哦，对了，说起那天的事儿啊，对不住啊，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。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。她那天就是嫉妒，也不是嫉妒，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。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，您别太在意啊。这，没有不公，没有，真的没有不公。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，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，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不是各路小姐们，她们也看不上我呀。这不能这么说，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不这么觉得。在我心里面啊，我就觉得你最好。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，你看吧，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，我认。你看，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，那人家公主是谁呀？公主学得多，见得多，那我呢，学得少，见得也少。我住哪儿啊？我住木柯寨。公主住哪儿啊？公主住皇宫。你想木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？所以我觉得呀，也对。可不许这么讲。这木柯寨跟皇宫啊，它没法比，是吧？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，花园，皇上皇后的寝宫，嫔妃、公主、皇子住的地方，那么大，那怎么比呀？哎呀，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。这么好的皇宫，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，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？就是啊，就是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太可能吧？这个，你要说盖一个村子、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，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？切，你小瞧我们了。别说是一个皇宫了，我就是想盖仨，我立马也盖出来了。就是嘛，就是啊！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，因为没见过。哎，你不是老去皇宫吗？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？不行啊！这事千万使不得。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，你要是被认出来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哎，那真挺遗憾的。哎呀，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。我穆桂英啊，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。不，那，你真想看啊？那这样吧，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。哎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。哎，不用改日了。你不是老去皇宫吗？你熟悉吗？啊。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画一个，我画一个。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呀。我怎么没法见呀？小王爷，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！只要我想干的事儿，没有干不成的。就是啊，我们小姐是谁啊？对呀。是，我知道。小姐说的对，你不聪明，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？行。宗保，
公主来啦！公主早安。你看你，砚台都忘了盖了。哎，公主，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。我昨夜又没写字，你还顶嘴。是，公主，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。哎，公主，水好了。公主，昨夜有人来过。快给我更衣！我要面见父皇。是。父皇，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？穆桂英。你是说那个穆克寨匪首的女儿？就是她。哎呀，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？她嫉妒我和宗宝。啊，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？她来还不想吃，她异想天开，一厢情愿。父皇您想想看，宗保乃将门之子，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？啊，朕明白了，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，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。可是朕也纳闷啊，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，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？哥，妹妹，我哥的杨家枪真是大有进步啊！我看快赶上宗保了，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，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来，妹妹，屋里坐。哎，哥，不坐了，咱们呀出去走走吧。我请哥吃饭。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？小妹谢谢你呗。谢哥什么呀？我当然得谢你了，你给我报信儿，抓住了那穆克寨的野丫头，当然得谢谢你了。行，饭要吃，但是啊，哥哥请，走，走。哎，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，你看。哎呀，哥，真是的，多有意思啊！你听这声儿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哥，你好好跟宗保学，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，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。妹妹说的对，要不是我呀，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。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。圣上识人呐！哎，妹妹啊，你要说句实话，那些皇兄皇帝还真不如我。哎，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？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，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。说句不谦虚的话，我现在的武功啊，已经和宗保差不多了。得了吧，是招式差不多，力道可差不少呢。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妹不是贬低哥，你想啊，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、斗鸡、养鸟的时候，宗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。读书习武？你了解宗保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了解，那都是假象。玩鸟、斗蛐蛐、斗鸡，哎，他一样也没落，玩得比我还好呢。
就是他比我会骗人，把你们都给骗了。你说的，这些妹都信，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。哎哥，咱们的老师，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，叫《斗鸡》。宗保是这样写的：黑鸡、花鸡，蓄势待发，稍寝，嘴叼脚蹬，羽毛纷飞，天昏地暗。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。作战中，战法也应这样。最终，花鸡体力不支，瘫软在地。场主说，他死了，心脏破裂而死。本人震撼了。那鸡是我的榜样，没有失败，只有死亡。写得多好啊！很一般啊。可是哥那篇呢？妹没记错的话，是这样写的：别人赌大的，我觉得即便压准了，也赢不了钱，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。结果小鸡赢了，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，划拳又行令，悠哉悠哉，是这样写的吧？多好啊！哎呀，哥，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。哎，那天晚上，哎，给我！那天晚上，咱们小姐一个人，蹭翻到皇宫里，哎，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。公主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。什么画呀？说呀！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。小姐，你说，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，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，是不是？最好了，他最好呀派重兵来，你家小姐就大兵远扬喽。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？结下仇怎么了？是我还怕他不成啊？你想啊，您跟宗保成了亲，总不能住在山寨吧？住在天伯府，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。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，小姐不就麻烦了吗？是啊，我还怕他呀。我要怕他，我就不叫穆桂英了。我就是想告诉他，不尊重人，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你们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？我还想报复他呢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来，帮我把花插上。漂亮！哎，真漂亮！小姐真累人。哥，其实呢，宗保也不是最好的。那穆桂英两擒两纵，就让宗保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了。哎哥，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，我还不信。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，没信了。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，眼都不眨。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。是太不一般了。他要是一般人，能耍宗保跟耍猴似的。听说啊，他模样长得也不错。是太不错了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，那根本就没法看。哎，骑着马，昂首挺胸，威武胜似天人，比我还英俊呢。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哎呦，太喜欢了。不是，哥不是喜欢他，哥欣赏他。来，妹妹，吃菜。我哥啊，一向狂妄不羁，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？哎呀，哥怎么会喜欢他呢？
哥真的就是欣赏他。不喜欢，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？我兴奋吗？哎，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。哥呀，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。哥说的不是实话吧？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，我还知道哥爱着他。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，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。来，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，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？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，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。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？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，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。他现在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既然你这么担心他，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？如果现在是我去，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，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。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，我是担心你们俩。你们俩那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那什么？我说赵飞啊，你疑心太重了吧？他是功夫好，我佩服他，用计也是出人意料。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。我不但不喜欢他，我还烦他。这我都跟你说了10遍了，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？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？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这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你去找赵疏影，让他去求圣上，由我出兵，把王庆龙替回来。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，我跟她说肯定没用。你呀，想想办法吧。哎，赵飞！你说宗保会不会不理我了？哼，怎么会呢？你们每次吵架，哪回不都和解了？这次和以往不一样，穆桂英羞辱了他，我让他丢尽颜面，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。公主，世上没有绝路，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。还有什么办法呢？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，就说明她喜欢他。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，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？宗保，你找我干嘛？还生我的气啊？坐吧。疏影啊，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我就昏了头。你叫我什么？赵疏影啊。你不是叫赵疏影吗？你头一次这样叫我，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？疏影啊，那天我太放肆了。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。我太混蛋，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，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！宗保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也不能全怪你，都怪我。